時尚經典人物篇之貝爾德紀梵希 Ubadu Shifangshi， 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時尚經典人物篇之貝爾德紀梵希 Ubadu Shifangshi， 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喺2018年，透過媒體報道知道紀梵希離世。當時我唔覺得唏噓，亦唔覺得可惜，因為紀梵希活喺呢個世上有91年，而佢嘅服裝事業生涯亦長達50年。198厘米高嘅紀梵希，樣貌生得非常英俊，設計過無數嘅精彩作品，令好多女性着迷。不過最為人心動、最引人注意，反而係嗰段紀梵式嘅情感。乜嘢叫做紀梵式嘅情感呢？為咗節省大家嘅時間，不如我哋就一齊嚟聽下紀梵希成長嘅每一頁啊！喺呢個世界裏面，有一個地方叫做波威。波威係屬於法國北部嘅城市，紀梵希就係喺呢個地方出生。呢一日係1927年2月20日。有好多名人，佢嘅生命都帶住一啲遺憾或者缺陷，就好似香奈兒 Chanel， 佢嘅童年以孤兒嘅生活方式成長，獨自打拼，到處碰釘；或者 YSL 聖羅蘭得到嚴重嘅抑鬱病，以酒精、毒品依賴，以致愛人離開；又或者 Christian Dior 克里斯汀迪奧創立迪奧品牌，短短10年就突然病發離開人世。呢啲都好似本來一個完整無缺嘅蘋果，被唔知咩人咬去咗一啖。而紀梵希佢嘅蘋果好似從來冇俾人咬過咁。紀梵希佢嘅成長喺一個富裕嘅家庭裏邊，從 Sample complete. Ready to continue?